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面对2月25高中以下将要开学，台南市政府伫市长黄伟哲甲教育局长陈新辉的带领，包括高中、国中小甲幼儿园的校长代表、教师团体，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说明开学以后校园的防疫物资甲各项的防疫措施，教育局甲学校拢已经准备好啊。有关防疫物资的准备，那大家会关心说，那个量测体温，那么额温枪。还有呢，洗手时候必要的一些肥皂，那再来就口罩、酒精跟漂白水，那么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那再来第4个部分呢，就是有关校园的环境的管理。那么当然，校园呢，它是进进出出会有许多人，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生病，比如说到健康中心，那可能需要呢每一天去做环境的一个清洁。那教室呢，必要的话也要做一些清洁，那维持教室的通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向。那再来就是校园门禁管制，在防疫期间呢，进出的人，那么一定要做好量测体温，那么让这个传染风险呢阻绝在校园还有班级之外，那相对我们校园呢就会是安全健康的，所以这个门禁管制呢相对是重要的。为了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对学校师生健康的影响。市长除了要求教育局一定要做好各项的防疫准备，包括物资的准备甲防疫措施。因为这波的疫情到底会持续多久，还无定论。不过，还是感谢各界对物资的关注。我们对于防疫的准备非常的努力，而且超前部署。其实坦白讲，中央教育部这个延缓2周开学，不是让我们等疫情过去，是给我们更多充分的时间，能够做好防疫的准备。所以在我们其实坦白讲，在2月11日之前就已经有大致上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从11日到25日这2个礼拜，我们会再更努力的在软体硬体上呢更充实我们的防疫措施，不仅是物资的准备，或者是说卫教的宣导，我们都会更努力。防疫措施包括酒精、额温枪等等，台南市教育局都已经准备的相当充分了。那利用这两天，我们还会陆续把其他的物资，不管是来自民间捐赠，或者是来自我们统一采购的部分，会做得更好，让校长以及学校以及老师有更好的这个防疫的措施，以提供一个更安全的学习环境。因应疫情，因为延后2礼拜来开学，教育局嘛给了真侪准备的时间，除了提供防疫的小技巧加懒人包快速查询，另外嘛设置了寒假线顶的自主学习网，以及防疫小学堂等，透过生动活泼的网架，强化学童防疫的观念，包括挂喙罨加勤洗手等。希望大家做伙来守护学生安心学习的空间。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2019新冠肺炎因为传染性强，伫喙罨加酒精的抢买状况下，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嘛尽着社会责任。该校 USI 计划团队嘛特别制作杀菌抗病毒的干洗手露，分送给在地的里民。上午由在地林德里来出发，举办守护乡里，防疫做伙来为教宣导，教导民众正确的洗手观念。来，快，洗手背，洗手背手背，夹10支枕头啊，互相搓嘿，10支撸的，好。讲，把你的手掌用安尼弓形啊，拗起来，安尼起手指尖，手背指啦，起手背指来，再来大，起你的大拇指跟虎口，再来立。起指尖，安尼像咧挖啥货安尼用咧剪腰安尼，再来呢，碗，洗手碗，手碗，因应这一次武汉肺炎，因为我们是在仁德里这里，所以我们社会责任从仁德里开始了哈。
那我们今天来就先教他们洗手操，怎么样确实的洗手。其实这一次防治最重要是洗手。第二个，我们制作这个解手露，我们从仁德里开始，我们各个社区我们都会去。我们希望台南中华医大在台南这个社区。那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来守护台南的健康。华医科大职业工程系副教授张文腾表示，干洗手解手露主要的成分是酒精、明胶加尤加利的精油，因为酒精挥发紧，效果比较较无久，因此加入明胶加精油，恢复嘛比较较袂打扫。这内底主要的成分就是酒精，差不多就是75%的酒精，一般你若有厝内有咧喷酒精喷的手会足大的，有当介食喷会鼻毒所以咱着爱这设计着爱有一个成分会咱保护咱的手。所以酒精了，阮阁有凝胶一种膏膏，大家安尼较摇会看安尼膏膏这个内底有一种凝胶的成分，伊伫手安尼形成一个保护膜，互咱的手较袂干较袂安尼涩涩较袂安尼咬鼻。阁主要有一个作用啦，这凝胶会甲酒精甲水锁住互伊较袂讲遐紧打去啊若用酒精伫厝内喷的较紧打去，这凝胶甲固一点伫遐较袂遐紧打去，互安尼这药效杀菌消毒的效果会当较持久一点啊。上午的卫教宣导，包括公所的主任秘书、甲林德里长嘛拢亲自出席。一方面感谢学校，另外嘛希望大家做伙来防疫，希望疫情会用赶紧来解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108年天狗日疫情，本土的病例总共有31例，其中有7例是由基站诊所通报症例确诊，快速又搁准确检测，互卫生单位提早发现天狗日感染的病例，有效降低疫情的扩大。因此，社区诊所医生会当讲是市民的健康守门员。为了感谢天狗日防疫积极的病院甲诊所，市府特别颁奖表扬，感谢因对着防疫的努力。虽然有本土的31例，境外有35例，但是能够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重症跟这个市民朋友们的生命的损伤，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那有这些医生，其实医生怎么样这个诊断出来主要是 TOCC， 包括他的旅行史，包括他的这个接触史，都能够这个询问病患你知道你说医生一句话这样问，就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或医疗体系对于有接触史、旅行史的病患有多所警觉。那其实有这样子的方式来。大家可以记得，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武汉，的这个一下子武汉这个但全部是6万多，我没有记错吧？一下子变6万多。对啊，昨天是4万多，今天马上变6万了今天一天增加1万多，那为什么增加那么多？就是让医生询问虽然还没有这个做核酸筛检，但医生询问。从他的状况就可以直接把它判定，因为你来真的试剂可能供应不上来，那所以呢，我相信这个 TOCC 或医生的一个敏感度，对于登革热适用，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适用，所以我相信这个我们的医师是我们真的是守护健康的第一线。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就判定就能够有对于可能的疑似的病患有这个直接的这个第一道防线的建立。那医生的判定，那如果觉得从他的旅游史从他的这个病征，从他的症候这个 symptom 叫什么症状从他的症状能够这个初步了解之后，有怀疑还是不确定的话，再去做快筛。快筛又怕再不确定的话，这个再做这个核酸或再做其他的检验。
台南市天狗日境外一例病例累计共4例，而且这4例拢是伫咱南亚地区感染。卫生局提醒民众出国期间要做好防范的措施，返国了后14天应该密切留意自身健康的状况。若是有出现发烧、头痛、关节酸痛等症状，一定要前往医疗诊所做检查，避免已经发生，害人又搁害家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大港社区对当初SARS的受害者，到医院发展芳草相关产品的方法来对抗病菌。当中因为受到政府、专家等侪团体协助，有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心中希望，等有一天趁钱一定要回馈。所以，伫1805年天狗日大流行的时，就捐出80万。不过，伊讲天公疼憨人，迄当安尼捐以后，业绩电到大幅度提高到120万。所以，即摆武汉肺炎嘛，打算将收入所存的，先来帮助北区中低收入户，估计加工送出1038元。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价钱的话，那一般的有钱人一边有显得他是 OK 的，那些没有钱又没有显的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所谓说弱势族群，他只能在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尤其疫情的状况之下呢，要怎么样去安然度过？然后我们经过我们一些好朋友大家一个共享，然后找了司法的，我们说是维捐一些钱来社区，来跟社区共同来办理这一次的北区的低跟中低收入户的一个武汉防疫的一个捐助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期待它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发想，让在地的一些企业或者说一些的后亚人能够共襄盛举。都是因应即回武汉肺炎的威胁，社区嘛特别加入地球加防风研发出加强版的防护喷液加洗手的慕斯等新产品，嘛希望帮助第一线辛苦医护人员避免长时间用酒精过敏。就是说，它可以做深层的防护。一般我们酒精喷了3-5分钟以后，它整个就挥发掉了，它没办法在身上残留什么东西。但是呢，茶树它会轴附在皮肤上，它会做深层的防护跟杀菌。那另外一个刚才有讲，一些医护人员的手上听说有龟裂，或者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叫做香蜂。那香蜂在一些文献上，它可以找得到，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也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所以说，透过这2个东西，能够更去帮助到我们这些使用者。那我们也期待说，像这些的物品的捐助，能够协助低跟中低收入户在最基本上的一个安全的防护，能够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家己分享经济甲自然环保的永续经营，大港社区虽然现在无受公部门的补助，正咧申请社会企业公司，不过嘛一直坚持无以趁钱作为目标，更希望抛砖引玉做公益的心。电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电市推动智慧城市，其中对1805年开始，卫生局特甲电信业者合作，积极推动远距离的健康照护应用计划，到达每一档拢突出的成效。上午这群社区的长辈，买轻松的舞蹈，肯定这项逐工量血压，提高对疾病警觉的做法。卫生局表示，到今年为止，除了串联的关怀据点，青年国社区已经有320站，加入鸟车会员已经突破4万人，成效一档比一档增加。从105年到现在一路走来，大家辛苦一点一滴然后建立了我们这个远距的一个健康站的一个据点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20个健康站。那也包括我们的关怀据点我们的宗教的场所还有我们那个社区很多那另外的话我们的会员也超过4万人那目前我们有在合作的医疗院所有医院有13家，那诊所好像超过65家那另外也有那个长照的一个机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也是面对高龄社会，政府甲民间合作，透过建立智慧健康社区做法，将民众尿血压资讯直接到医疗院所连线，一步一步来找回可能的健康危机。市府表示，该计划会继续推展落去，
而且牧师党嘛特别甲无同的病院合作来进行除了65岁以上老大人等无同族群的健康管理。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好，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成功大学的老年学研究所第2学期将要来开设一门新的课程——艺术介入老人甲失智。这课程除了是全台首创，白明市所长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到艺术对老人甲失智者的帮助，同时未来也要将这的资料整理成为册，让社会上更较侪人来了解。这个成大老年学研究所开创这个艺术介入老人跟失智这个课程是全国首创。好，我们这个老年所也是全国第一个老年学的研究所。那这门课是跨域的，很清楚它是跨域的，它不是只有医学，还有职能治疗，那么还有这个心理，还有这个艺术、表演艺术跟这个视觉艺术，那么等于是一个社会多角化的一个接触。那同时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我们像这样的课程其实在台湾到处都有，比如说1堂课或者1个上午，我们是有系统性的整个学期把它教完。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老师可以把上课的内容好好把它写下来，这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教科书或者是参考书。我想这4点是这门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台南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潘凡也担任了上课的老师。对美术馆来讲，安尼的合作除了落实美学宾馆以外，也希望未来会使甲新台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台南市美术馆向来强调一座全民的美术馆，希望更多的人其实活得健健康康的。但是如果一座美术馆只是期待健康人进来，或者是年轻人进来，那么我们很难善尽更大的社会角色。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很高兴成大老年所几次的沟通，我们马上一拍即合。那么我们希望将美术馆的实质的资源，包括空间、艺术作品，甚而共同来推动这一些研讨会，来进行我们的合作计划。那我想这个计划应该是全台湾美术馆跟大学的这一个医疗中心研究单位所推动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期待这个计划可以对未来台湾的高龄社会的一个面临看到一个更大的曙光。也就是说，我们面对老化的问题是以更健康的概念
那么来思考，而不是更多的照护的人员的投入。那我想美术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更密切的跟成大来合作。台湾现在面对高龄化的社会，老人教会的艺地也愈来愈受到重视。透过安尼的艺术课程，也会使予更较侪人了解到投入艺术的好处，鼓励更较侪老人进行艺术的活动。台湾新闻广播采访报道。日本知名的设计品牌曾经将经典的日本建筑制作成为纸雕便条纸，只要将便条纸一张一张拆落来，就会变做非常有路的艺术品。正前所推出的清水寺甲东京铁塔，拢吸引侪民众的收藏。现在吉米博物馆也甲这个品牌合作，以着森林中的博物馆为主题，将整个吉米博物馆打造成为绿色渐层的艺术品，吸引了侪民众的眼光。我们这一次呢，大家看到那个便条纸呢，一定会非常的惊叹，它几乎是一个艺术作品，因为它是有150张的 memo 纸，然后呢，你透过一天一天慢慢的使用之后，它会慢慢的浮现森林中的博物馆，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构想。而且呢，它这个概念来自于 memo 跟 memory， 就是你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旅游，那你再把这个礼物带回去之后呢，你透过它的使用，你天天会想起这里美好的回忆。那这个便条纸的创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听说呢跟日本的清水寺一样，是一个5星级难度的制作。那你在透过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小的惊喜，你可能可以突然发现清美博物馆外面的阿波罗喷泉的一个纸雕的图案，那也有可能会发现我们顶楼的荣耀天使，那也有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典藏沉思者等等，然后呢可能还会有惊喜哦，会看到我们创办人拉提琴的剪影。那这每一张用完之后，这个便条纸的纸雕呢，你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收藏，就放在桌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然后其实所以全球是轰动的，那在台湾又是第一次，那所以非常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我们这个礼品。这也是这个品牌第一届甲亚洲地区的国家来合作，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台湾限定的商品。除了非常有路的博物馆以外，便条纸顶面也有4种无同的纸雕。虽然讲伊是一个便条纸，但伊搁较像一个收藏品。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富里店市中西区府中街一间新开的日式烧酒馆，不止店家外观就参照是日本的建筑同款，甚至也对日本名古屋知名的餐厅邀请一位有50工餐饮经验的日本总铺师竹冈孝义来驻店1礼拜，甲该店日本籍的料理长金田生合作，要将上介有日本味的中华料理销介予台湾民众。天津飯、麻婆豆腐、あとエビチリ、元祖虾仁。楽々手に来てください。一直以来对日本的居酒屋怀抱着很大的喜好跟想说在台南能够有到位原汁原味道地的一家店。那我们这一次特地请那个名古屋的名店知名的竹冈义孝先生现场帮我们实验，然后这1个礼拜会有做一些他个人现场做的一些招牌料理中华风。该店对12号开始连续3天试营运，预计伫15号正式开幕。在新开幕期间，店家嘛准备了无菜好康，要来回馈消费者。爱食日本风味美食的朋友，会当来试食滋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自体显性多囊肾是一种造成腰子功能的缺损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大约有50%，在60岁进前就会进入洗肾。虽然健保署在去年7月将自体显性多囊肾纳入健保的给付，不过还是有条件的限制。多囊肾的药目前它只有给付在第3期的患者，而且它每年肾功能下降的速度要比较严重。基本上健保给付就是给付给一群就是家族史或者是患者恶化的速度比较快的多囊肾患者。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群多囊肾患者，虽然他有多囊肾，但是他恶化的速度比较慢。他可能到70岁才会洗肾，那健保基本上就没有给付给这一群的患者，所以这个药，它目前是给付给比较严重的患者。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它可以所有的患者都给付，
这是最好的状况。目前多囊肾除了药物会用的治疗，如果要避免遗传，嘛用透过基因的诊断加人工生殖的技术。目前唯一能预防下一代得到多囊肾的方法，唯一的就是我们帮他做基因检查。那基因检查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话，那他们要去生小孩子，用这个基因检查的结果去做多囊肾胚胎的筛选啊，做人工生殖，那他们生出来的小孩子就可以没有多囊肾，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做预防的方法。那他假如得到，就目前没有这个基因治疗的选择。贵综合病院黄道阳医师强调，有多囊肾的患者应该注意日常的照护，包括加啉水、控制血压，甲避免吃止痛药啊。如果有家族病史，嘛要注意脑部的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